30個就可以享有馬爾代夫般嘅陽光與沙灘，就喺惠東雙月灣呢一度。呢度單位30個你就可以攞得低，入嚟睇下點樣嘅。Anyway， 入嚟睇下30萬嘅單位係點樣嘅。首先睇呢個乾濕分離嘅3段式洗手間，全部幫佢配好晒。嚟到呢度開放式嘅 LED 區廚房，唔可以明火啊，只可以電磁爐，仲可以睇埋個山景喎。嚟到呢度一個細客廳仔啦，2公婆喺度啊，撐台腳係嘛，整翻個海鮮餐喺度，望住個海景，幾咁寫意，幾咁忙。嚟到呢度，佢呢度單位就1房1廳設計嘅，呢套鋪床啦，2米嘅床足夠晒啦，係嘛？睇一個1線嘅海景單位啊，咁嘅海景，咁嘅氣氛，陽光與沙灘，全部你擁有晒。完美。呢套單位啱唔啱？啱嘅話，記得 follow Vicky 我啦。最後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my channel。拜拜。深圳惠州筍盤日日 update，like 同埋 subscribe my channel，一齊了解更多筍盤啦。